中有數。有時一單冤案唔係輸喺最後，而係輸喺一開始。正如《洗冤集錄》入面講過一句：欲情之失，多起於法端之差、定驗之誤。意思即係好多錯案其實由最初嗰一步已經行歪咗。湖北省位於中國中部，而荊山縣亦都喺湖北中部，所以呢個地方有個好靚嘅稱號——鄂中綠寶石。時間去到1994年4月11號朝早，荊山縣雁門口鎮裏涌村有一個村民送完小朋友返學，返屋企途中經過山邊一個水塘，望落去見到水面漂浮住一樣嘢，遠睇就覺得唔係好對路，因為嗰嚿嘢好似係人形物體。佢當時唔敢肯定，於是乎即刻返去揾村長，兩個人再去現場再睇真啲，確認係一具屍體，於是即刻報案。派出所警察好快到場，喺一班村民嘅協助之下，就將屍體打撈上岸。當時屍體已經開始腐爛，面部浮腫，輪廓其實都唔係睇得好清楚，只係知道係一個年輕女人。警方就問周圍啲村民啦：喂，有冇人認得佢啊？全部人都話唔識。哇，喂，大佬浸到咁喎，未見過啊，應該唔係本地人嚟嘅。警察再檢查死者嘅衣物，發現係冇任何可以證明身份嘅物件，於是案件即刻上報縣公安局。當日下午2點25分，荊山縣公安局即刻派刑警技術人員去到現場。現場嘅位置係雁門口鎮裏涌村9組一個水塘。水塘其實唔係好大，長35米，闊30米。打撈上嚟條屍啦，已經高度腐爛，出現所謂嘅巨人觀，即係屍體因為腐敗氣體膨脹，可以判斷身高大約1.55米。衣着方面，警方逐層記錄：上衣由外到內黃色冷背心，黑底紅花襯衫，內有胸罩；下身由外到內係黑色健美褲、黑色粗線褲、藍色短褲。腳上面着住茄色保暖鞋，配黑紅雙間襪。警方進行初步檢驗，發現死者頭部有6處創傷，顱骨骨折。根據傷口形狀同埋位置判斷，唔似係跌撞傷，更加似係鈍器打擊。但當時未能確定係俾人打死之後抌落水啊，定係打暈之後再浸死佢呢？死者年齡大約30歲，生過小朋友。根據屍體狀況同埋衣着推算，死亡時間已經超過2個月。好啦，問題出現啦。呢個水塘唔算大，而且個位置又唔算荒僻，平時都經常有人經過，甚或有人喺度釣魚。如果條屍已經喺水入面2個月，點解一直冇人發現呢？正常嚟講，屍體腐敗之後會浮起，但係唔應該隔咁耐先浮，亦即係話呢具屍體好可能唔係喺呢度被殺，呢度未必係第一現場。再進一步分析，水塘係封閉環境，排除屍體由其他地方飄入嚟。如果唔係飄過嚟，就一定係有人將條屍搬過嚟。但問題係，個人已經死咗2個幾月，點解要咁遲先搬屍呢？如果係兇手棄屍，正常應該係即刻處理，而唔係拖咁耐。另一種可能就係條屍一路沉喺水底，但點解可以沉咁耐，2個月先浮翻上嚟呢？呢啲問題當時法醫都俾唔到答案。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，呢宗係他殺案。所以案件正式由刑警大隊接手，現場嘅勘查結果冇任何有價值嘅痕跡或者物證。
警方完成影相記錄之後，就將條屍運返公安局，準備進一步保護同解剖檢驗。景山縣嘅治安其實一向都唔錯，故意殺人呢類重大刑事案件發生率唔高，所以當局對呢單案非常重視。公安局即刻成立專案組，由副局長韓華親自擔任組長，刑警大隊隊長盧成做副組長。另外兩個核心成員何良、潘軍全部都係經驗老道嘅刑警。專案組聽完現場勘測報告之後，第一步決定由失蹤人口入手，即係話要先確認死者身份。於是通知衙門口鎮同埋附近村鎮上報近期失蹤人口。好快就有一條非常之重要嘅線索出現。有人報案就話自己個女幾個月前失蹤，到而家仲未有消息。失蹤者個名叫張愛清，警方即刻通知佢嘅近親過嚟認屍。到場嘅係張愛清嘅媽媽同埋佢哥哥。正式認屍之前，警方先要求張媽媽描述個女嘅外貌特徵。張媽媽就話張愛清29歲，身高1.55米，身形正常，唔肥唔瘦，圓面，短頭髮，個鼻哥有少少向上翹。另外個女係有打耳窿噶，而且當年生小朋友嘅時候，因為難產呢，做過側切手術。之後警方帶佢哋去認屍，張媽媽一見到條屍即刻崩潰爆喊，一路岌頭一路喊，就話：呢個就係我個女啦！但係張大哥嘅反應就冇咁肯定。佢睇完之後，成個人猶猶豫豫，只係話有啲似愛清嘅，但係補充咗一句：死者身上面嗰啲衫呢，又好似唔係愛清嘅。警方就嗌佢睇清楚，佢反而問：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確認身份嘅呢？警方就話有，例如顱像重合啦、DNA 檢驗啦。但係問題係我哋細村細鎮做唔到，如果要做，要送去省啦或者北京先得㗎，而且呢好貴啊，要2萬幾蚊。如果你哋要做，就要自己揞錢咯。張大哥一聽即刻耍手擰頭，我哋冇錢噶，冇錢噶。張媽媽呢個時候亦都冇再喊。警方就話啦，嗱，我哋係認人，唔係認衫，因為衫呢可以換嘅。最後張媽媽再次肯定死者就係張愛清，而張哥哥亦都冇再反對。之後警方再揾到另一個人嚟認屍，係曾經同張愛清一齊喺衙門口機械廠打工嘅女工，叫湯小青。佢睇完之後亦都認為死者就係張愛清，仲話張愛清確實有一條褲浪補過嘅黑色健美褲。好啦，完成認屍之後，法醫再次進行詳細檢驗，將張媽媽提供嘅特徵逐一對照屍體，結果發現大致吻合。經過綜合分析，法醫認為可以確認死者就係張愛清。理由就包括啦，死亡時間同失蹤時間吻合，外貌一致，鼻哥窿啊、腳趾排列啊，同張媽媽講嘅都差唔多。生 BB 側切傷口亦都完全吻合，髮型長度啦、紮髮啦、身高啦、耳窿啦、健美褲啦、年齡啦，全部嘢都係一致。不過法醫強調，正式結論要等解剖之後先可以確定，而且仲有幾個問題仲未解開，究竟係鈍器打死定係打暈之後浸死呢？實際嘅死亡時間係幾耐呢？仲有最詭異一點，點解屍體可以喺水塘咁耐都冇人發現呢？但係對於專案組嚟講，身份一確定就等於方向確立，可以開始鎖定嫌疑人範圍。於是警方要求張媽媽同埋張大哥詳細講下張愛清嘅生活背景，以及任何可能同案件有關嘅線索。張媽媽講咗一句好關鍵嘅說話。其實啦，個女失蹤之後啊，我就覺得佢俾人殺咗噶啦。做阿媽嘅最清楚自己個女啦。
跟住落嚟，佢開始講出張愛清生活入面一段段不幸嘅經歷。張愛清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女仔，出身農村，但唔係一般人想象嗰種冇見識嘅農村婦女。佢讀書嘅時候已經好中意睇書，尤其係偵探小說，仲要係外國嗰啲推理小說。佢自己講過一句都幾特別嘅說話：愛情小說節奏太慢啦，而且一開始都估到個結局。一個女仔喺嗰個年代可以咁樣分析文學，其實佢嘅思維都幾成熟。平時亦都會睇新聞，甚至會同村入面嘅人講國家大事。性格方面係偏沉靜，中意思考，唔多出聲，但係有自己價值觀嗰種人。農閒嘅時候，佢會同其他女仔坐喺院外面大樹下面繡下花啊，立下鞋底啊，有時都會好超咁坐喺度望下山同埋天上啲雲，成個畫面好平靜，好淳樸，好歲月靜好。高中畢業之後，佢冇再讀上去，但係喺當時農村嚟講，讀到高中已經非常之叻。之後佢就入咗衙門機械廠做工人，屋企有3個哥哥，佢好中意跟住哥哥同埋嫂嫂踩單車去趕集，就算唔買嘢都好，都會覺得好開心。嗱，個樣啦就唔算話特別標青，但係五官端正，算係清清秀秀啦。重點係好貪靚，同埋都好潮流。佢係成條村第一個着喇叭褲嘅女仔，亦都係第一個着斗領踭。有一次，佢喺縣城買咗對高踭嘅膠涼鞋，但係阿媽唔俾佢着，仲收埋咗。佢自己仲要偷偷揾翻出嚟，着住好有自信咁行喺村入面。你會 feel 到呢個女仔其實喺內心有一種對生活嘅向往，同埋一種唔中意被束縛嘅性格。冇耐之後，佢識咗個男人佘長林。呢個人比佢細1歲，身體強壯，識武術。雖然冇讀高中，但都算係有上進心。兩個人拍拖一段時間之後，決定結婚。即使男方屋企窮，張愛清都堅持嫁。佢相信兩個上進嘅人一齊努力，一定可以有好日子。於是乎，1986年9月18號，兩個人結婚。成個婚禮好簡單，婚後嘅生活都唔係太富裕，都算和睦。但係呢段婚姻一開始就有隱患。佘長林唔甘心做農民做一世，成日諗住出去闖。一時呢就話南下打工，一時就話北上做生意。1987年，佢去咗建材廠做保安，算係開始離開農村。之後1年，佢哋有咗個女。1990年去咗高關水庫做治安員，93年又轉去馬店派出所做巡邏員。張愛清呢邊係典型嘅賢妻良母，老公長期唔喺屋企，佢就一個人湊住個女住喺機械廠宿舍。為咗照顧個女，專登返夜更，每日瞓覺嘅時間唔夠4個鐘，但佢一句怨言都冇，仲好心靈手巧，用舊衫整咗件馬甲俾個女，再繡花加玻璃珠，大家見到都話好靚。反而佘長林就有啲大男人性格，平時就唔多講嘢，但係中意識朋友，中意飲下酒，有時應酬仲會帶埋老婆去。而張愛清係嗰啲唔怯場、好識做人嘅女人。有一次，佘長林請客招待領導，張愛清一個人飲咗10幾杯酒，全場人都話：哇，你老婆真係飲得啊！張愛清就話：其實係驚老公飲醉出醜。去到呢度，你會見到佢會為個男人真心嘅付出。甚至有一次，佘長林發高燒冇錢醫，張愛清幫佢按摩按足45日。最終救翻佢。外人睇呢段婚姻非常之幸福，但問題係就喺細節。貧賤夫妻百事哀，兩個人最大嘅矛盾都係錢。佘長林收入唔高，每個月100幾蚊，但成日都用晒。問佢呢，就話請人食飯辦事，之後連屋企幾千蚊嘅積蓄都用晒，又講唔清用咗去邊。
兩個人越嚟越多嗌交，甚至仲有喐手。謝長林表面老實，但係脾氣好急。張愛清就一直忍讓，唔想破壞婚姻。但佢開始發現兩個人嘅性格差異好大，相處好難。佢又想安穩生活，踏實做事，個老公呢，就成日唔安分，就話想改變人生。呢種不安定令佢開始恐懼。1991年轉折點開始，謝長林喺高關水庫識咗個姓陳嘅女人，因為幫過對方，兩個人撻着咗，甚至一齊過夜。喺農村嗰啲咁細嘅地方，紙包唔住火。好快張愛清就知呢件事對佢打擊好大，但佢 EQ 非常之高，冇發到脾氣，反而主動去揾個女人打牌傾偈，傾咗成個晏晝，將心比心。去到呢度你就知道張愛清呢個女人非常之理性。謝長林之後都覺得內疚，就同老婆道歉，就話冇下次啦。但係生活壓力其實一直喺度累積緊。1993年機械廠執笠，張愛清面臨失業，家庭壓力加上長期嘅情緒抑壓，佢精神開始出現問題，有時會無啦啦焦慮啦，有時記憶會出現混亂。如是者兩公婆嗌交越嚟越多，佢甚至曾經同阿媽講過：我覺得啊，我自己就嚟死啦。點知去到10月，佢真係病咗，甚至出現神志不清。然後成件事最關鍵嘅一幕出現。1994年新年之後冇耐，張愛清失蹤。謝長林就話：兩公婆嗌交咯，咁咪離家出走咯。當時張家人完全唔信，佢哋懷疑張愛清已經俾謝長林殺咗，因為張媽媽親自去過謝家睇，冇發現屍體。但係呢，好奇怪，當時係冬天，個女啲厚衫全部喺晒屋企，一個女人冇理由着到單單薄薄離家出走吧？但係謝長林堅持話係咁，仲話過幾日就會返噶啦。結果1個星期過去，冇人返嚟，冇任何消息。張媽媽頂唔順，報咗警。同時佢心入面已經有一個結論，自己個女好可能已經俾個女婿殺咗。好啦，返嚟啦。專案組嘅偵查人員聽完張媽媽嘅講述之後，就覺得謝長林有重大犯案嫌疑，於是決定先由外圍調查入手。佢哋走去問馬店派出所啲治安員：喂，你哋同佢做過嘢啊？佢最近有冇啲咩唔妥啊？對方提供咗一個好關鍵嘅信息，就係張愛清病咗之後，謝長林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想擺脫張愛清。而且呢，張愛清失蹤之後，謝長林嘅反應係唔嗲唔吊，唔似係一個真係着緊揾老婆嘅人。仲有啊，嗰段時間佢行為好反常，經常飲酒，仲成日夜晚瞓覺呢係會着住衫㗎，好似隨時想走佬咁㗎。專案組開會研究之後，決定即刻行動，拘捕謝長林。4月12號夜晚，刑警何良同埋潘君去到馬店鄉，喺派出所配合之下揾到謝長林。當時冇即刻正式拘捕，而係帶咗佢去一間旅館進行所謂嘅監視居住。偵查人員同佢講：嗱，你老婆揾到噶啦，但係已經死咗，係俾人殺嘅。謝長林聽到之後，成個人表現到好悲傷。佢第一反應就係：我要去睇佢啊！但係警方話唔得，太遠，安排唔到。之後就開始戳佢：你老婆係點失蹤噶？佢就話老婆精神有問題，之後離家出走。警方再問：你哋感情點啊？佢一開始話好，之後喺不斷盤問之下，先承認經常嗌交。警方再問有冇外遇，謝長林一開始否認，但最後都承認喺高關水庫嘅時候同一個女仔有過關係，但強調之後已經斷咗。
仲同老婆認咗錯。去到呢一刻，氣氛開始轉變，偵查人員態度突然變得好強硬，直接話：你老實交代殺老婆嘅經過。佘長林開始慌，但仍然堅持冇殺人，佢真係自己走噶，同時不斷要求我要睇條屍。但係警方完全冇理，淨係重複一句：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。好啦，第一晚審訊冇結果。第二朝，公安將佢帶返縣公安局刑警大隊，專案組再開會，副局長袁華出席，大隊長主持。嗱，首先啦，法醫報告喺死者體內發現硅藻，證明一樣嘢，喺張愛清落水嘅時候仲未死，即係佢係浸死噶。何良之後報告審訊情況，就話佘長林講嘅離家出走細節好似係真，但係呢亦都可能係精心作出嚟嘅。佢覺得呢個人一唔係老實人，一唔係好識做戲。潘軍補充，佢覺得佘長林好矛盾，一方面聽到老婆死嘅悲傷假假地啦，另一方面不斷要求睇條屍。佢甚至提出一個可能性，如果佢真係冇做，咁張愛清可能喺出走之後俾其他人強姦殺害。但最後專案組一致結論，即使有其他可能，佘長林依然係最大嫌疑人。而且由於條屍浸水太耐，基本上揾唔到血跡、指紋呢啲證據，所以案件成個重心就係審訊。佢哋分開兩隊，一隊主力審佘長林，另一隊搜屋揾物證。警方去到佘家，佢6歲個女匿咗喺嫲嫲身後邊，成個人非常之驚慌。佘長林嘅哥哥要求睇屍，唔批准。佘長林個阿媽想見個仔，都唔批准。佘媽媽話：張愛清確實曾經離家出走，試過幾次噶啦，但係俾屋企人攔返嚟。警方喺佘家都冇發現任何同殺人有關嘅證據，而喺村裏面走訪同埋山林搜索，亦都冇結果。如是者，案件嘅突破點只可以寄望喺審訊方面。之後，警方再查佘長林外遇，揾到嗰個姓陳嘅女人。對方承認同佘長林有多次關係，仲爆咗樣嘢。張愛清失蹤之後，佘長林曾經揾過佢，就話想結婚。好啦，根據呢啲情況，專案組嘅偵查人員就制定咗一套審訊方案，重點就係利用外遇呢個問題，不斷扯佘長林，逼佢一步一步跌入自己講大話，再被拆穿嘅局面入面。偵查人員分成兩組，車輪戰咁對佘長林進行詢問。2日2夜之後，佘長林嘅心理防線終於崩潰，佢就開始認自己呢，因為有咗新歡，所以殺咗患有精神問題嘅妻子張愛清。不過一講到具體作案細節，佢就開始吞吞吐吐，反反复复講唔清楚。喺成個10日嘅審訊期間，佘長林由最初完全否認，到後來認罪，再到供述出一個完整版本嘅作案經過。當中發生過乜嘢事，外人無從得知，但只要睇到嗰本詢問筆錄，就會隱隱然見到少少端倪。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地方係，佘長林喺認罪之後，竟然前後供咗4個版本出嚟。成個作案過程同埋殺人方法有4個版本，由此可見審訊兩邊之間呢，其實一直喺度角力緊同埋博弈緊。嗱，睇睇啲供述啦。第一個版本呢，佢就話1994年1月20號晚，佢帶住張愛清出門，順手呢喺門口拎咗條木棍，之後帶佢去咗衙門口鎮紅旗碎石廠上坡嘅位置，用木棍將佢打死。然後再將條屍埋喺水溝入面。偵查人員聽完之後，覺得佘長林冇老實交代，只係想試探警方到底有冇揾到屍體。為咗打破佢嘅僥倖心理，警方開始用語言攻擊佢，就話
你唔好以為我哋唔知你做過啲乜嘢啊！我同你講，你將條屍埋喺地入面，我哋可以掘地3尺；你將條屍沉喺水入面，我哋可以將啲水抽乾。你明唔明啊？抽乾啊！好啦，2日之後，第2個版本，佘長林改口就話，同一晚佢帶張愛清出門，喺獸醫站對面見到朋友魏哥喺度打桌球，就叫魏哥幫手將張愛清帶去村外面一間抽水機房，鎖咗喺入面。3日之後，佢同魏哥一齊去抽水機房，用石頭將張愛清打死，之後將條屍抌落個井入面。嗱，對於呢個講法啦，偵查人員就半信半疑。如果抽水房真係第一案發現場，反而呢可以解釋到點解條屍喺水塘浸咗2個月都冇人發現。另外，如果真係有幫兇，成單案多咗一條線索。於是警方一路審一路展開調查，結果發現呢個說法根本唔成立，因為嗰段時間夜晚係有人喺抽水機房瞓覺，日頭仲會上鎖。再加上張愛清會單獨跟魏哥走，仲俾人韞咗3日，呢個講法本身就好難令人相信。所以偵查人員當時判斷佘長林仍然講大話，於是就拍台啦。你唔好自作聰明啊，唔好扮傻啊！唔通淨係水井有水，水庫冇水，水塘冇水？水塘啲水一樣可以抽乾噶，你明唔明啊？就喺同一日凌晨，負責喺水塘搜查證物嘅技術人員傳嚟一個關鍵發現，佢哋喺水入面打撈到一個塑料編織袋，入面裝住4嚿石頭，上面仲纏住麻繩。於是乎就推斷兇手應該先將張愛清打暈，再用編織袋裝石頭，用麻繩綁喺佢身上，再㧬落水，以防條屍會浮翻起身。但係因為喺水底浸得太耐，受到水流影響，啲繩開始鬆，加上屍體發脹產生浮力，最後脫離束縛，浮翻上水面。如是者，偵查人員喺審訊入面進一步引導佘長林。嗱，你又唔好似擠牙膏咁一次講啲啲啦。如果你一次講清楚，我哋仲可以幫你申報上去，話你認罪態度好，從寬處理。我同你講啊，成個作案過程我哋查到一清二楚，唔好以為自己好醒，用蛇皮袋裝石頭沉落水底，我哋揾唔到啦，唔好發夢啦你。去到4月19號，第3個版本出現，佘長林就話1月20號日頭喺獸醫站見到魏哥，就嗌佢夜晚去自己屋企，去到夜晚11點。2個人一齊將張愛清帶去抽水機房外面，幫佢換衫，再帶去山邊，用石頭打死，之後用蛇皮袋裝4嚿石頭，綁喺條屍上面，沉入水塘。去到呢度，其實警方已經查明，佘長林口中嘅魏哥根本冇可能參與，因為當時佢患有重病，一直喺醫院打針食藥，醫生都有證明。警方判斷佘長林故意拖個冇關係嘅人落水，係想搞亂案情，擾亂警方。於是繼續指出佢漏洞，再加壓逼佢承認單獨犯案。去到4月20號，佘長林講埋第4個版本。1994年1月20號夜晚10點，我將精神恍惚嘅張愛清喺床上面扯起身，帶去村外面一個冇人嘅瓜棚，鎖住佢。凌晨2點，將個女抱去爸爸媽媽房，就話老婆離家出走，要出去揾。之後拎住電筒、麻繩同埋事前準備好嘅衫去瓜棚。咁啊，先幫張愛清換衫啦，再拎出之前準備好嘅蛇皮袋，帶佢去山邊水塘，用石頭打佢個頭，打暈咗佢。再用麻繩將裝住4嚿石頭嘅蛇皮袋綁喺佢身上，㧬落水。去到第2日晏晝，我就將佢換落嚟嘅衫同埋鞋喺屋企個爐灶燒咗。好啦，呢一次偵查人員認為供述終於符合客觀事實，
亦都可以同其他證據互相印證。綜合所有資料，警方認定佘長林因為有外遇，決定殺咗患病嘅老婆。佢經過策劃同埋準備實施殺人，事前準備尋屍工具同埋替換衣物，事後散播老婆離家出走嘅說法，被捕之後頑抗到底。喺警方角度嚟講啦，狐狸再狡猾都鬥唔過好嘅獵人。攞到口供之後，警方開始補強證據，砌靚個故事。4月20號，京山縣公安局2個法醫聯同檢察院1個法醫出具鑑定書，結論寫明張愛清係俾鈍器擊打頭部，導致昏迷，再被拋入水中浸死。之後警方安排佘長林做現場指認，經過10日審訊，佘長林筋疲力盡，警方先叫佢畫行走路線圖，佢畫唔出，於是乎由警方指導完成。4月21號晚，警方帶佢實地指認，由河長村9組出發，去到嗰個佘長林話放編織袋運過張愛清嘅瓜棚，再經鎮上沿公路東行500米，再轉土路行1公里，到達水塘。佘長林指認距離水塘30米位置打死張愛清，再尋屍。至於個編織袋來源，佘長林就話：喺嗰啲客運3輪車上面執返嚟㗎咯。但警方冇查過，亦都冇人報失。佢哋認為啦，呢啲只係細節問題，唔影響整體判斷。4月22號，公安局正式宣布案件偵破，對佘長林刑事拘留。第2日報請檢察院批准逮捕。4月28號獲批，之後完成案卷起訴意見書，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。當時公安局仲開咗表彰大會，當地報紙亦都大字頭條，案件成功偵破。但當案件交到檢察院之後，有一個十分戲劇性嘅情況發生。檢察官提審佘長林嘅時候，佘長林情緒激動，但係好堅定咁講：我冇殺人，我嘅口供係刑訊逼供出嚟噶。檢察官表示會調查核實，但警方回應依法辦案，冇刑訊逼供，而且堅信佢有罪。嗱，其實對檢察官嚟講啦，呢種返工並唔罕見。之後佘長林嘅媽媽終於可以探監。佘長林同阿媽講：阿媽，我真係冇殺人啊，張愛清係自己走咗噶。佘媽媽當然選擇相信個仔啦。離開看守所嗰一刻，佢心入面得返一個念頭，就算踏破鐵鞋，都一定要揾返個新抱返嚟。由於佘長林呢單案件係涉及故意殺人罪，隨時可能判無期徒刑甚至死刑，依法係要京山縣所屬嘅京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，所以成單案都交咗去京州地區人民檢察分院負責審查起訴。1994年5月17號，京山縣人民檢察院將案件呈送去京州檢察分院。檢察分院睇完之後，認為證據不足，用一份第49號退查函，將單案彈返去京山縣檢察院，要求補充偵查。去到8月28號，京山縣檢察院完成補充偵查，再一次將案件送上去京州檢察分院。好啦，去到9月22號，京州檢察分院正式就佘長林故意殺人案提起公訴。而喺呢段時間入面，被害人張愛清嘅親屬仲揾人寫咗一份聯名上書，有超過200個當地群眾簽名，內容大致係咁嘅：佘長林目無國法，道德敗壞，平時又酗酒滋事，又打交又鬥毆，而家仲同人通姦，仲殺埋自己患病嘅老婆，簡直天理難容，民憤極大，要求政府嚴懲兇手。好啦，
呢份聯名上書一交上去，對當地領導造成非常之大嘅壓力。按照當時刑事訴訟法規定，法院最遲要喺開庭前7日將檢察院嘅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，同時話俾佢聽你有權請辯護人。不過啦，佘家交通不便，加上經濟又困難，自己又唔識點樣請律師，所以最終由法院為佢指定咗一個辯護律師。雖然當時法律未有明文規定，但實務上只要案件有可能判死刑，法院通常都會指派律師。但問題係時間太趕啦，國慶節之後就要開庭，辯護律師即使趕住去法院閱卷啦、抄資料啦，準備工作仍然好倉促。好啦，國慶之後，1994年10月7號星期五，案件正式開庭審理。法庭入面旁聽嘅人數唔多，主要都係被害人同埋被告人嘅親友。審判長宣布開庭，2個法警由側門帶佘祥林入庭，安排佢坐上被告席。程序開始，審判長就問佢名啦、年齡啦、幾時被捕啦、有冇收到起訴書等基本資料，同時亦都話俾佢聽佢嘅權利，包括申請迴避、自行辯護、詢問證人、申請取證同埋最後陳述權。跟住進入法庭調查，首先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，檢察官企起身照稿讀出內容，指控佘祥林故意殺害張愛清，觸犯刑法第132條，應該依法追究刑事責任。之後審判長要求被告人陳述事實經過，仲強調要如實交代。喺呢個時候，非常之戲劇性嘅一幕出現，佘祥林淨係講咗一句說話：我冇殺人。公安局嘅口供係警察嚴刑逼供嘅。喺呢個時候，審判長問公訴人有冇問題，對方話冇，再問辯護人律師，佢都話冇。之後書記原責要宣讀部分證據，雙方都冇提出異議，法庭調查就咁結束，直接進入辯論階段。公訴人發言好簡單，重新講一次起訴內容同埋證據，然後一句總結：本案事實清楚，證據確實充分，而且民憤極大，請法院依法嚴懲。去到辯護人律師發言，佢指出本案證據不足。首先啦，法醫報告同埋證人證言都只係間接證據，充其量只可以證明張愛清已經死咗，同埋佘祥林有動機，而真正證明佢殺人嘅只有口供，而被告已經講明口供係刑訊逼供得返嚟嘅，所以法庭唔應該採信。再者，佘祥林曾經供述4個唔同嘅殺人版本，但係公訴方淨係揀咗其中一種，所以並唔合理。另外，所謂銷毀衣物，好容易揾證據啦，但係又冇揾到，又冇證據支持，所以而家證據唔足以排除另一個可能性，就係張愛清離家出走之後，俾其他人殺咗。因此，辯方律師要求判無罪。審判長再問公訴人有冇補充，檢察官再起身強調關鍵係口供可以同其他證據互相印證，包括法醫鑑定啦，同埋水塘入面打撈出嚟個袋同埋石頭，個袋係根據佘祥林供述先揾到。根據經驗，如果嫌疑人講出警方未知嘅細節，並且由此發現新證據，口供就係可信。至於個爐冇揾到灰燼，係因為時間已經過咗2個月，乜都冇啦。審判長見雙方冇再補充，就俾佘祥林做最後陳述。佘祥林重複一句：我冇殺人，警察打我。審判長回應就話：刑訊逼供問題會喺庭後評議嘅時候再考慮。之後宣布休庭，擇日宣判。
1994年10月13號重陽節，荊州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，佘長林因為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法官去到看守所宣讀判決嘅時候，佘長林當場表示不服，要上訴。法官就話，就算你唔上訴，湖北省高院都會進行死刑覆核嘅。好啦，另一邊上另一條線其實一直冇停過。佘長林嘅媽媽一直喺度四圍揾張愛清，佢徒步翻山越嶺，行勻晒本縣同埋隔離村落，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喺1994年12月，佢喺荊山南邊毗鄰天門市嘅瑤嶺村打聽到一個消息，村民就話2個月前有個疏疏地嘅女人嚟過呢度噶，又唔食嘢，又唔知佢瞓邊，有時呢，瞓喺嗰個墓地嗰度噶。有村民見佢可憐，就俾啲衫同埋食物佢，仲有一戶人家曾經帶佢返屋企住咗2日1夜。之後個女人又無啦啦走咗，不知去向。佘媽媽即刻去揾村黨支部魏書記，對方了解情況之後，仲寫咗份證明，冚埋一個中共天門市石河鎮瑤嶺村支部委員會嘅公章，日期係1994年12月30號。內容大致係瑤嶺村第8組有幾個村民喺10月中旬發現一個精神異常女人，大約30歲，經山口音，身高大約1.5米，皮膚較黑。個女人自稱姓張，有一個6歲小朋友，因為探親蕩失路，精神狀況同佘媽媽描述基本一致，曾經喺村民屋企住過2日1夜之後離開，特此證明請查證。佘媽媽千唔該萬唔該，帶住呢份良心證明就走咗啦。返到荊山之後，佢將證明交俾公安局。警察睇完，淨係講咗句太遲啦。點解啊？對方就話判咗啦。吓，唔係最後仲要審核嘅咩？警察就話好啦好啦，幫你交上去啦，你返去等消息啦。但實際上，公安局領導睇完之後，覺得呢份證明不可採信，理由係張愛清已經死咗，冇可能半年之後仲有人見到佢噶嘛，覺得呢份證明係佘媽媽為咗救個仔揾人偽造，就算村民真係見到一個精神病女人，都唔會係張愛清啦。再加上單案已經2審。而家交上去更加麻煩嘅咋，最後決定材料審查核實之後再處理。但佘長林屋企人並唔知呢一切，佢哋以為呢份良心證明可以救翻佘長林出嚟，甚至仲可以幫警方揾到真正兇手。1995年1月10號，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佘長林故意殺人案作出2審裁定，結果係事實不清、證據不足，撤銷原判，發回重審。2審法官喺裁定書入面逐點指出1審入面存在嘅問題同埋疑點，包括被告人嘅供述前後矛盾，而且曾經翻供，同埋被告人供述4個殺妻嘅版本，但只係揀其中一種去認定，缺乏合理依據。仲有單憑被告人口供就認定殺人兇器係石頭，證據不足。另外，張愛清換落嚟嘅衫去向不明。最重要嘅係本案嘅間接證據冇辦法形成完整證據鏈，亦都冇辦法完全排除張愛清係離家出走之後俾人殺咗嘅可能性。去到呢度，即使死者親屬曾經上訪，仲組織咗220個群眾聯名上書，要求對殺人犯從速處決，但係死刑案件一定要做到鐵證如山。荊州市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收到高院裁定之後，就將案件退返檢察院。檢察院收到之後，即刻彈返去公安局，要求補充偵查，
並列出高級人民法院指出嘅5個問題同埋疑點。咁之後啦，啲公安就去做一啲補充嘅偵查啦，包括話佘祥林嘅供述同調查取證情況一致。另外啦，佘祥林指認作案路線、尋屍地點，順利帶領辦案人員到達現場，講到明指認真實可信。仲話佘祥林曾經喺公安機關工作過，具有一定反偵查同埋反審訊能力，所以口供有幾個版本都好正常。仲有被告人多次交代作案嘅時候係用石頭，根據法醫鑑定，死者頭部有6個創圓不規則嘅傷口，符合客觀情況。至於換咗嘅衫問題，就話2個幾月做入面嗰啲灰渣都清晒啦，倒晒落田啦，冇辦法再取證。總結一句，呢單案時過境遷，冇辦法再收集新證據。於是乎，公安局補充咗一份情況說明，講述案件偵破過程，並且強調成個偵查過程合法，冇刑訊逼供。好啦，檢察院收到補充偵查材料之後，就走去同法院協商。咁左睇右睇，覺得呢批證據依然冇辦法滿足湖北省高級法院提出嘅要求，於是再一次退保。但係今次公安局態度好清楚。佢哋堅持認為呢單案嘅證據足夠證明佘祥林故意殺人嘅事實，唔會再進行補檢，案件就此擱置。好啦，現實嘅壓力冇停到，反而越嚟越大。這邊廂張愛清家人不斷上訪，手上拎住聯名上書，要求嚴懲殺人兇手佘祥林。另一邊廂，佘祥林屋企人同樣不斷上訪，拎住良心證明，要求無罪釋放佘祥林。一邊係群眾簽名，一邊係村民證明，一邊係民憤，一邊係疑點。呢單曾經被立功受獎嘅案件，一下子變成一單懸案，成個壓力落晒喺京山縣公檢法人員手上，騎虎難下，進退兩難。好明顯喺呢一刻，佢哋考慮嘅已經唔單止係案件真相，仲有成個公檢法體系嘅名譽，甚至個人前程。於是佢哋認為得返一條路，背水一戰。佢哋心入面非常之清楚，最大嘅威脅唔係證供，唔係口供，而係嗰份良心證明。之後發生嘅事開始變味。佘祥林嘅媽媽因為持續上訪，俾公安人員拘留，就咁鎖咗佢9個月。原本一個身體強壯嘅農村婦女，放出嚟嘅時候變咗半聾半盲，幾個月之後仲要病死埋。佘祥林嘅二哥亦都因為不斷上訪，被公安局關押40幾日，放出嚟嘅時候仲被告誡唔准再上訪。甚至更進一步，公安人員直接揾到當時出具良心證明嘅姚嶺村村民，要求佢哋改口，就話冇見過呢個女人。但村民企得非常之硬淨，就話唔願意揞住良心講大話。結果有人被關入京山縣看守所長達3個幾月，有人被逼離開當地出去避難。一單刑事案件慢慢演變成唔同群體之間近乎生死嘅對抗。同一時間，大環境都喺度變。90年代初，中國大陸開始推行地市合併。1993年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，地區機構改革要同調整行政區劃結合。去到1996年12月2號，國務院正式批准荊州地區改為荊州市。而原本屬於荊州管轄嘅京山縣劃歸咗去荊門市，於是乎呢單案件就由荊州轉交咗去荊門。但係問題仍然存在，而且更加尷尬。佘祥林被羈押嘅時間遠遠超過咗法律規定期限，但係單案棘咗喺中間，放又唔敢放，判又唔敢判。公檢法三方對案件意見都唔一致，最後要由政法委出面調解。京山縣政法委了解情況之後，將案件上報荊門市政法委。
1997年10月，政法委開協調會，參與嘅單位包括法院啦、檢察院啦、公安局啦，以及京山縣政法委。會上嘅情況非常清晰，公安局負責人堅持謝長林就係兇手，法院負責人強調湖北高院指出嘅問題仲有部分未查清。大家講完大家嘅意見之後，政法委做咗個決定，採取疑罪從輕。呢個處理方法其實有一套完整嘅操作。第一，將案件由中級法院降格去到基層法院審理；第二，由京山縣檢察院向京山縣法院提起公訴；第三，京山縣法院要一審拉滿，即係用佢管轄權內最高刑期判15年；第四，中級法院二審維持原判。做咁多嘢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將單案留喺本地消化，唔好再上到去湖北省高級法院。如是者，1998年6月15號，京山縣人民法院作出判決，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謝長林有期徒刑15年，剝奪政治權利5年。謝長林當庭上訴。同年9月22號，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佢嘅上訴，維持原判。判決書係咁寫嘅：經審理查明，被告人謝長林犯故意殺人罪嘅事實同埋情節有以下證據證明，包括法醫鑑定、屍檢照片、現場勘查筆錄、有證人證言，亦都有被告人作案嘅行走路線圖。再加上被告人帶領公安人員去現場指認嘅記錄，互相引證，最終兩審終審，判決生效。謝長林被送去湖北沙洋監獄服刑。入到監獄之後，謝長林冇停過，一直嗌冤枉，一直要申訴。佢寫咗一份又一份嘅申訴材料，厚厚一沓，仲寫埋幾本日記。而喺佢嘅申訴材料入面，有幾段內容非常關鍵。第一段係咁講嘅：嗰次我講用石頭殺人，係因為上一次我講用木棍殺人，但偵查員係都要我交條木棍出嚟，但我根本冇殺人，我邊有木棍交啊？今次我諗到石頭周圍都有，如果再嗌我交石頭，我咪可以隨便執一嚿俾佢哋咯。咁樣我就可以受少啲苦。第二，用塑料編織袋沉屍呢件事係偵查員話俾我聽噶，係佢哋喺水塘入面揾到個編織袋之後，叫我照住咁供述噶。第三，偵查員叫我畫關橋水庫基台嘅構造圖，但我從來都冇去過嗰度，而且我根本冇殺人，我點畫啊？結果1994年4月21號下午，嗰個偵查員見我畫唔出，就拉我寫字台，佢自己畫咗一張行走路線圖，再叫我跟住畫一張啊。第四，去現場途中行到山邊一個路口，我迷迷糊糊咁向一邊行，個偵查員即刻拉住我，就話唔係呢邊，係嗰邊。第五，去到水塘邊，佢哋問我喺邊度殺人，我咪求其指咗個位，佢哋就幫我影相，之後叫我交出殺人用嘅石頭，我咪諗住求其執一嚿俾佢哋咯。但嗰個地方呢，根本冇石頭，佢哋見我真係揾唔到，就直接將我架去水塘另一邊企好，就問我沉屍沉喺邊。我見佢哋面向住個水塘，而我企嘅地方地下有好多紙。我就估住講喺呢度啦，佢哋又幫我影相。第六，當時我已經俾佢哋暴打咗10日10夜，精神麻木，佢哋唔俾我瞓，長期處於昏睡狀態，成身都傷，根本行唔到，企唔穩。我唯一嘅願望就係可以休息一陣，俾我瞓下，無論佢哋叫我講乜嘢，我都會照做啊。以上嘅申訴材料唔知經過幾多對手，唔知俾幾多人睇過，但結果都係石沉大海。每一次屋企人去探監，佢都會叫屋企人繼續上訪，但屋企人嘅申訴同樣冇結果。
時間一日一日咁過，謝長林喺監獄入邊只可以等，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。佢唯一仲抱住嘅希望，唔係制度，唔係法律，而係真正兇手嘅良心。但佢自己其實都明，兇手邊度有良心啊？呢樣嘢永遠都唔會出現。事情去到2005年3月28號，一個幾乎可以話係震撼全國嘅消息喺京山縣爆炸。張愛清翻咗嚟，張愛清仲未死。呢件事本身已經離奇到一個地步，更加詭異嘅係佢翻嚟之後，第一時間唔係翻佘家，而係翻咗自己屋企。一拱開門嗰一刻，成家人嘔晒坐咗喺度望住佢。張愛清見到佢哋擘大個口得個窿，就講咗句：我係愛清啊，我翻嚟啦。下一秒阿媽就衝上去，兩個人攬住喺度喊，屋企人全部跟住喊。喊完之後，大哥就問啦：我哋一直以為你死咗啊？張愛清就話：我爭啲就死噶啦，但係我命大咯。咦，我前2年仲寫過信翻嚟，你哋冇收到咩？大哥就話收到，但係我哋唔信係你寫嘅咯。嗰封信好奇怪，雖然下面係寫住張愛清，但內容又冇講自己情況，淨係叫屋企人留意個細路，話而家拐賣小朋友嘅人好多，再加上啲字跡都唔似你啊，所以當時啊仲以為係恐嚇信啊。張媽媽再問啦：你呢幾年點過啊？張愛清冇即刻答，反而回頭望一望。呢個時候，屋企人先發現門口仲有一個陌生男人。二哥呢個時候講翻當年一件事：我哋收到你封信嗰陣好驚啊，以為有人想報復。嗰年啊，仲有個人嚟過屋企，話佢喺監獄同謝長林同一個倉，帶信過嚟，叫我哋幫手照顧佢個女。張愛清聽到呢度好緊張。吓，咁個女點啊？謝長林點解會坐監嘅？呢個時候，全屋人沉默咗一陣，最後大哥先慢慢講：唉，慘啦，冤枉咗謝長林啦。之後大哥將成件事謝長林被判刑嘅經過簡單講咗出嚟。張愛清一路聽，一句話都冇講，但係喺度不停咁流眼淚。大哥最後講：我哋去派出所啦。衙門口鎮派出所收到報案之後，即刻上報京山縣公安局。公安局領導知道之後，非常之震驚同埋重視。第一步唔係其他，而係確認呢個女人係咪真係張愛清。唔單止要村幹部嚟認人，仲要做科學鑑定。第二日 DNA 結果出嚟，呢個女人確實就係張愛清。公安局即刻將情況上報京山縣政法委，再上報荊門市政法委。荊門市政法委連夜開會，所有人一致認為呢件事唔拖得，一定要即刻糾正錯案。3月30號，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緊急決定，撤銷謝長林一審判決同埋二審裁定，要求京山縣法院重審，同時決定俾謝長林取保候審。4月1號，謝長林行出監獄，當時佢面色蒼白，仲開始有少少地中海。當時門外面已經全部都係記者，大家都想影低呢個震撼中國司法界嘅歷史畫面。面對記者，謝長林百感交集。對於張愛清死而復生，佢心入面又有怨又有感激，但佢最關心嘅唔係呢啲，而係個女。當年個女得6歲，阿媽冇咗，阿爸坐監，最錫佢嘅嫲嫲之後都過身，喺山村入面冇朋友冇人陪，讀書讀到初一就停咗，之後就跟咗叔叔去東莞電子廠做童工。有人同謝長林講：你個女啊，知道咗件事噶啦，而家翻緊嚟啊！
呢宗亡者歸來嘅冤案吸引全國記者。當年嘅專案組副組長盧成已經升做京山縣公安局副局長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講，對呢單冤案非常之遺憾。佢話當年最大嘅錯誤係冇做 DNA 鑑定。如果當時將屍體同張媽媽做 DNA 比對，一早就知結果啦。雖然京山縣冇設備，但公安部126研究所係有設備。佢再講，呢單案之所以變冤案，最關鍵係認錯屍。當時張愛清家人都認定無名屍係佢，而警方過分相信證人口供。但當記者問有冇刑訊逼供，佢當場否認。張愛清成為記者焦點，全部人都想知當年點離家出走，呢幾年係點樣生活。但係成件事對佢心理衝擊實在太大，佢精神再次出現不穩。當地媒體仲幫佢聯絡精神病院，醫院同情佢，免費幫佢治療。入咗院之後，佢同記者講：我今次返嚟，本來只係想睇下屋企人，住2-3日就走，估唔到成個世界因為我而變晒。佢就話好想見謝長林啊，好想當面講清楚，但係呢，唔知佢想唔想見。當佢聽到謝長林身體好差，仲拒絕食嘢，就嗌記者幫手買紮花送過去。佢就話曾經想打電話，但係又驚對方崩潰。最後喺記者鼓勵之下，佢打咗呢個電話。張愛清對住電話同謝長林講：你已經係死過2次嘅人，要調整心態，一定要撐住。記唔記得你以前發高燒40幾度，嗰次你已經死咗1次，今次你一樣可以撐過去，乜嘢困難都可以過。電話嘅另一邊，謝長林冇講到任何嘢，只係聽。最後張愛清講咗一句：我很好，然後就喊咗出嚟。4月13號，京山縣人民法院再審開庭，審判長宣判謝長林無罪，當庭釋放。行出法院，佢第一件事唔係見人，而係去媽媽嘅墳前，不停喺度講：如果唔係因為自己，阿媽唔會受咁多苦，都唔會咁早走。見到已經18歲嘅女，佢本身好多嘢想講，但係一句都講唔出。兩父女攬住，冇講過嘢，只係喺度喊。中國國家賠償法1994年通過，1995年生效。謝長林案適用，佢被錯誤羈押3995日。按照規定，每日按國家職工平均工資計，11年自由換翻22萬。當時冇精神損害賠償。2005年9月，法院賠咗256900蚊，包括無名屍嘅安葬費1100蚊。去到10月，公安局再賠226000蚊，哥哥4000蚊，其中包括哥哥4000蚊。母親死亡22萬蚊，政府再補多20萬，連出良心證明嘅村民都得到賠償，分別係22000蚊同埋3000蚊。其實賠再多錢都冇用，真正嘅問題係責任。2025年4月，調查組成立，當年專案組成員有人升職，有人病死，有人繼續任職。潘軍停職期間多次喊冤。2005年5月25號，佢去咗武漢一個墓地，用易拉罐割脈，用血寫我冤枉，然後上吊自殺。呢件事震動調查組，最後結論有刑訊逼供，有玩忽職守，但係主要責任人已經死咗，所以唔再追究。韓華被免職，盧成被免職，成件冤案就咁畫一個唔完整，甚至係帶血嘅句號。
講到最後，其實你會發現謝長林呢個人好難用一個字去形容。佢係極之不幸，但同時佢都算好彩。不幸嘅係被屈入獄，冇咗11年人生，冇咗阿媽，冇咗個女11年嘅成長經歷。不幸之中嘅大幸係佢最終仲可以平反超雪。試諗下，如果張愛清真係一個唔覺意客死異鄉，又或者病死咗喺一個冇人知嘅角落，咁佢一世都翻唔到身。張愛清亦都一樣，都係不幸，同時又有好彩。不幸嘅係顛沛流離、流浪、被拐、精神失常，但好彩一路遇到嘅都係好人。後來人哋透過佢口中慢慢拼湊翻佢10幾年嘅人生，佢自己係咁講嘅。93年底我病咗啦，至於點解會病我都唔記得啦，淨係覺得生活壓力好大，好多嘢壓住個心，冇人可以傾訴咯。慢慢成個世界變咗，個心入面呢，成日都好灰暗，之後乜嘢感覺都冇。於是乎我淨係想走，走到好遠，離開屋企之後四處流浪，風餐露宿，乞食乞水。唔記得去過邊啦，淨係隱隱約約記得好似俾人拐咗去安徽，之後又逃走。去到而家我都覺得自己條命好硬噶，經歷咗咁多嘢，仲可以生存到。後來咪去咗山東祖莊一帶，就喺呢度佢遇到一個人，改變咗佢人生。范家，當年范家幫礦務局睇林場。有一日，范家喺森林入面見到我，蓬頭垢面瞓喺草地，半生半死。佢行埋嚟問我講嘢嘅時候有外地口音，淨係聽得明一部分，就話自己係乞食，搵唔到屋企，連屋企喺邊都講唔出。佢哋見到我可憐，咪帶我返屋企咯。范家父母好好人，收留咗我，俾嘢我食，俾衫我着。范家有4個仔，一個女都冇，於是乎佢哋當我好似女咁。之後發現我精神唔穩定，仲帶我去醫院，使咗幾千蚊。我對佢哋好感激，住咗幾個月，覺得呢個家庭好好，最後嫁咗俾范家嘅拉仔。第2年生埋個仔。我同范家講過，我之前結過婚，仲同佢哋講以前個老公唔係好人。但係范家人冇嫌棄，仲對我好好，仲知道我唔可以受刺激，一驚動就會發病，唔食嘢，唔飲水，唔做嘢，瞓喺床喊，成日話要返屋企，但係又講唔出屋企喺邊。好彩當我冇發病嘅時候都做得到嘢，個人都好精靈，養豬啊，養雞啊，令到成個屋企條件慢慢好返。過咗幾年啦，我個人慢慢康復，精神正常，啲記憶都慢慢翻返嚟，記翻起湖北嘅老家，記翻起以前嘅老公，仲有自己個女，甚至講得出個地址。於是乎就寫信俾阿哥，但係冇回音。嗰陣時好想返去見下爸爸媽媽，見下哥哥嫂嫂，但最想見嘅係個女，當年只得6歲。當時我同范家講，我想返湖北睇下，佢哋冇反對。2005年過完年之後，我賣咗10隻豬，攞到7000蚊，開始準備返鄉下。3月27號，我哋2公婆搭火車返湖北，估唔到一夜之間，我自己變咗名人，成條村都係記者包圍住我。問我好多嘢，同謝長林點識啊？離家出走之後去咗邊度啊？呢幾年點過啊？最後我真係冇諗過自己離開會害咗謝長林。去到4月15號，張愛清同埋老公返山東，臨走之前佢仲寫咗首詩託記者交俾謝長林。風颼颼，雨霖霖，借宿一片瑞瓦，回顧往日春天。剎那間亮出一束玫瑰花的路標，向着路標努力吧。
在你迷茫的時候，請摘一片楓葉，點綴喺玫瑰花上面。呢度有佢光輝燦爛嘅一日。翻過去的一頁已是廢墟，請愛惜生命。我們不是幸運者，但我們是驕傲者。在我們短短的歲月裏，嘗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